做伙来祈祷。主求你将你的话今仔日就赏赐互阮，阮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英国出名的作家、学者 C.S. 路易斯有一篇 BBC 迄个英国广播，其实原底是广播电台尔啦，结果后来变做公司啦吼 BBC。古早就邀请伊去开一个节目，介绍因当代，就是伫广播电台顶头讲话。介绍什么会叫做基督教，所以后来这个伊所讲的，就写做一本册，互人录起来，然后写做一本册。伊伫这个英国广播电台顶头，全英国人啦有收听的人安尼讲，伊讲老人只有甲你讲天顶有一个真善良的上帝。然后，伊所想事，这个世间万事拢好，伊无要对你讲罪、苦难、地狱、魔鬼甲救赎，这个困难阁无互人欢喜的教义的话，伊讲这叫做染水的基督教。听有意思吼？伊讲这叫做染水的基督教。伊说着安尼讲，伊讲总是一寡看起来都无讲啊，总是有意无意，搁那想要互基督教摧毁的人，时常用这种互人听起来真戆的想法。你爱特别说是这群人，因为因随时拢咧改变立场，只会浪费你的时间。爱注意。因这种互上帝，因的上帝是互宗教变做简单的观念，亲像宗教是上帝的发明，毋是伊对人讲有关家己的本性，以及一寡无法度改变的事实。亲爱的弟兄姊妹，换一句话来讲，到今仔日。其实，阁有真侪牧者拢咧讲，无咧讲罪，无咧讲苦难，无咧讲地狱甲救赎，总是这毋是圣经，因为着亲像保罗伫罗马书所讲，咱就是一个互罪死亡所填的人，咱想要挖靠这个世间的法则，甚至上帝的律法，就是所谓上帝公义的义，拢无法度来脱离。只有挖靠照着伫基督内面的圣神，咱知影伫罗马书第8章，伫基督内底，在基督里，伫基督内底，甲圣神是做伙出现的。所以换一句话来讲，伫保罗的观念内底，圣神就是伫基督里。透过安尼，才会当甲上帝、甲人、甲受造界有和好的关系。所以换一句话来讲，只有活伫上帝恩典中的人，才会当伫苦难的内底找到希望，活出上帝的荣耀。罗马书第8章18节，随上今仔日咱所读到的经节，头一句话，保罗就咧对咱讲什么话？苦难毋是无来，苦难伫这个世间时常出现。咱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我想，现今这个时的苦难，甲将来特别对咱显现的阳光未必的。加尔文是安尼批评11甲12世纪写经验的神学家，因为这经验的神学家有可能甲咱的想法同款。保罗讲这句话讲啊，恁现在小忍耐一下，迄个将来应该随来啊。
换一句话来讲，将现在看做真紧的过去，这苦难真紧的过。甲恁问讲，这种理解是完全错误。保罗毋是看轻现在，看重将来，是要借着极大上帝阳光来减轻现在咱所背这个事业家的重担，要爱咱会当坚持忍受。因为什么会？罗马书第8章19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彼得不必彻底听候上帝正经日的显现。原文是因为受造的切望，在听候上帝正经日显现。实际上，这个台语日本新的日本翻译了较准确。是哪家咧讲？保罗咧提起的是宇宙性的救赎，这个宇宙性救赎就超越过个人的即时的痛痛，甲基督徒的层面。现代的神学家费，伊就安尼认为，伊讲这是保罗真经典的作品，伊将末世观的实现甲未实现拢合做伙。斯多德这位出名福音派的牧师是安尼讲，伊讲咱所受的苦，不只是对世界来的迫害，嘛包括咱家己肉体甲道德的两者。上帝所启示阳光的美丽，会远超过咱现今受苦的境界。甲健康，罗马书第8章20节，刷来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因为彼得物未当达到受造的目的，毋是出自因的本意，是上帝的旨意。不过彼得物要地毋忘，迄个和合本也是现代中日本第一句是来翻译做彼得物。变做空空，就是虚空的意思。虚空吼，实际上安尼翻译可能较准，因为若对原文彼得物来理解保罗伫遮所讲的，其实是上帝的创造。总是咱若读创世纪第1章，咱发现，上帝讲什么话？上帝讲伊所创造的大项拢，伊讲好，对无？上帝所创造的大项拢说好，啊是安那会变做虚空，还是空虚咧？是安怎我都达到伊受造的目的咧？是安怎？所以就真侪人解说啊。加尔文是安尼解说，伊讲受造的顺家己的本性，所以受关伫败坏内底。马丁路德是安尼讲，伊讲受造物会变做虚空，也是我都达到伊受造的目的，是因为人。所以马丁路德讲，人用错误的方式来享受这个，看受造物关过事实加真理所稳准的。虽然安尼，虽然被造物包括咱本身，拢无法度达到受造的目的，总是咱犹原会当心存毋忘。因为罗马书第8章的22节、21节，刷来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有一日，因本身嘛会受偷棒来脱离会败坏的拘束，通甲上帝的囝儿分享阳光的自由。加尔文是安尼诠释，照被造物的本性，应该有分伫更较好的境况内底。因为上帝要将现今这个已经堕落的世界甲人，做伙恢复到完美的状态。换一句话来讲，虽然咱现今的受苦总是
保罗伫遮嘛安尼讲上帝的话嘛，咧对咱讲，上帝伫上帝的处事内底，被造物甲现今的受苦，会互上帝提到上悬的位。换一句话来讲，伊到尾会互受造界脱离败坏的辖制。罗马书第8章22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咱知所有被造物到现在，要做伙在痛苦哀叫，做伙经验催尽的苦痛。实际上，保罗伫头一句用2字，这个叫做做伙吐气、做伙受苦的复合字，迄个只是迄个字吼，一字尔。吐气叫做做伙，迄个甲做伙啦吼。实际上，圣经只有出现伫这个所在。然后吐气做伙，受苦也做伙呢。这个强调什么话？强调。保罗强调，当苦难临到咱以及这个受造界的时，咱会做伙吐气，然后咱会做伙痛痛。所以不只是人，包括整个受造界嘛同款。加尔文是安尼解说，伊讲受造的未满足因的现况。总是嘛袂因为安尼来忧愁，为着无补救的望来失丧伊的失去，因伫痛苦内底听候换新，诚做更较好的光景。斯托德是安尼形容，伊讲着搁若亲像生产的迄个催尽。会疼，迄喙唇的疼应该是安尼吼，迄个疼毋是一群拢一直疼，就是迄个我这爱生产过，可能较知吼，真诶吼，就毋是一直疼，是安尼要出来是疼，佮揪倒去，佮揪倒去，就是喙唇啊，一尊一尊的疼，这真正，但是吼，保罗用即句话吼嘛真趣味啦吼，因为伊绝对毋捌生过囝啦吼，总是伊用观察就会当观察到，迄个生产的疼，毋是一直疼，是安尼一尊一尊一尊的疼。斯托德讲，因为这个一尊一尊的疼，保证新特殊要来。实际上，保罗的这段话引发近代生态神学家的想象，总是保罗。检测无近代的环保意识，保罗有的只是上帝创造万物的信念。直到近代，因为古早人甚至有一代的人认为，迄个所有的物件、万物拢是人是万物的准钱，人是万物的准神，这是希腊的哲学家所讲的。换一句话来讲，迄万物拢咱。的资源，咱会当凊彩使用的。迄用人做中心的想法，这种想法是偌呢恐怖。咱会知影，直到现代，人才渐渐了解，其实咱甲大自然，咱所生活的这个世界，是做伙生存、做伙存在的。咱所生活的这个地球，也是大自然若拄着人的吞踏、凊彩乱用，甚至用抢夺的方式来当做家己的资源，大自然若吐气，人会甲因做伙吐气，甲做伙受苦，对吧？这其实是比较近代，甚至是20世纪以来，才有总是保罗圣经的话。你看2000年前就安尼讲啊，咱会做伙吐气，做伙受苦。罗马书第8章23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毋若被造物
连咱才会得到圣神做头水的果子的马地土开，听候上帝接纳咱做伊的囝儿，互咱规个人拢得到赎回。咱来知影伫旧约内底头水的果子，指的是头一份，就是大生得到的物件。迄个通常拢讲土产啦吼，就是土地所生出来的第一份。咱若照出来记第23章19节，迄个头水的果子是人爱献互上帝，爱记这项代志吼。迄个照迄个概念是人是献这个头水的果子互上帝。总是保罗是安尼讲哦，上帝为着听咱，伊倒兵做，听有意思吼？上帝为着听咱倒兵做，伊所赐予咱上大的恩赐，既然就是伊头水的果子耶稣基督，伊的独生囝，为着要互咱信伊的人。因为安尼，互伊来受养，得到囝儿的名分，这就是圣神互咱的凭据甲礼物。克兰菲德这位近代出名神学学者安尼讲，伊讲因为圣神咱属上帝，成做伊的囝儿，总是上尾囝儿的身份需要听候。这是这句话的意思吼，上尾囝儿的身份需要听候。斯托德是安尼讲，伊讲虽然咱还未得到上尾的救赎，总是已经得到圣神做有色甲未来福气的应允。圣神会提醒咱的救赎还未完全，咱甲受造界做伙会经验到痛苦、衰败的困迫，所以咱会伫遐哀咧、嗨咧，伫遐吐气，是因为咱肉体软弱甲必死的命运。罗马书第8章24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因为咱靠这款愿望得到救，看会到愿望，毋是愿望看会到的。哪着愿望？希腊文是安尼讲，因为咱得到拯救，靠迄个愿望。加尔文是安尼解说，愿望是咱的心所想象的，迄个稳重甲遥远也未得到的物。这就是是安怎？保罗会讲，伫患难中，咱悠然欢欢喜喜的理由。啊！你咧患难，你咧苦难，他会欢欢喜喜啊！听有意思吼？你拄拄咧受苦呢？啊，是安那保罗会安尼讲，因为咱有愿望，真简单。虽然咱伫痛苦的内底，咱伫挣扎的内底，总是咱有愿望。然后拯救就是咱理所当然的愿望，咱甲正受造物同款，咱也做伙受迫受苦伫罪甲死，当然咱会甲因做伙吐气，总是，就亲像神学家所讲的，吐气拄拄好是人伫受苦内底的呼吸。所以人的吐气真自然嘛吼，咱嘛时常听到人真侪人伫受苦的内底会吐气，吐大气，无的确是毋对，因为迄就是人伫受苦内底的呼吸。罗马书第8章25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咱若毋望迄个看袂到的，就会忍耐听候。希腊文做就要照着坚忍听候，所以保罗真确实的用这个生产的意象，
咧对咱讲新生命会伫新时代上未来，就亲像生产伫上痛的上悬的痛苦内底，会带来生命，这互咱一个忍耐、听候、坚持、呼吸的理由。虽然也未看见，总是因为毋忘来忍耐、听候，因为上欢喜的时刻要来，总是真歹势。咱眼前所看到的这个世界是破糊糊，咱来看到的是破糊糊的世界，因为地球的暖化带来的气候异常，就亲像即几天伫南部所落的大雨，就无做风台啊，它会是安怎落遮大的雨？地球的暖化，佫造成资源分配无平均。非洲有真侪饥荒，以及2020年，咱拄经历过这个世纪到目前上大的瘟疫。咱佫看见真侪族群的对立所引起的残杀。剥削弱小，将有关系的人惊歹，做无好的决策，总是因可真嚣摆。你看到因嘴讲的拢是威胁、爱人投降以及白贼。咱看到的破糊糊的世界是啥物款的世界？咱来问的是：现代科技文明真正互咱活了更较好吗？迄个生物的复制的技术加 AI， 虽然带来这个世界革命性的变化，总是得到利益的是资本家加权势的人，也是平民百姓的。未来咱是继续吐气受苦，还是会想讲这是一个真兴旺的时代呢？咱来知影发明炸药的诺贝尔，伊本身是一个和平主义者。伊本来发明炸药，想讲要来开山造路，结果却互人用来杀人加战争。病毒的研究原本是想要救人，总是真歹势，去互人用作生化的武器。咱撇开人类的历史，所有科技突破所讲、所宣传的美好，上尾拢互人的罪行来误用。所以会带来一步一步，互人痛痛、哀伤、着惊、甲受气的场面。所以这就是咱若愿意看，咱会看到破糊糊的世界。所以保罗才会安慰咱。罗马书第8章26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亲像安尼。咱软弱的时，圣神嘛有在甲咱扶持，因为咱毋知着安怎祈祷。毋过圣神家己用话袂当表达的吐气，替咱祈求。咱的软弱，无论是指咱人的限制，还是咱人无能力实现上帝公义的要求，总是更较要紧的是，咱拢伫这软弱内底，咱拢伫这吐气内底、受苦内底来软弱。所以更较要紧的是，伫咱也毋知影要用什么方式祈祷，就是应该为什么祈祷的时，圣神家己就用讲袂出的吐气。咱无法度形容，咱的话无法度形容，会吐气替咱祈求。
罗马书第8章27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了解人内心的上帝，明白圣神的意思，因为圣神照上帝旨意替信徒祈求。亲爱兄弟姊妹，这就是咱所信的福音。圣神会替咱祈求超过咱会当理解，甚至是咱嘴会当讲出来的代志。有时阵，咱这个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会伫这个时局内底不安，会戆影是安怎？我会拄到这个代志，我会拄到这个病，会伫人生显出迄个真歹的行为的时阵来跋倒。迄个时阵，咱甚至无法度用话语来讲出来，总是迄位三位一体的上帝会了解。我感觉了解真好吼。迄个和合本用监察，其实无的确真准确。我感觉台语新译本翻译做了解真好。迄位了解咱的上帝，会当互迄时毋知影祈祷、毋愿祈祷，甚至无爱祈祷的咱，递到咱伫迄个天候苦难内底来得到安慰。罗马书第8章28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咱知万项事互相运作，互遐个听上帝的人，就是照伊家己的旨意选调的，拢有利益。随上这个万事互相效力，这句时常互人用伫见证内底。然后伫见证的内底，往往将得到利益、好处，该读做个人性命的得到，就是反转。总是保罗伫遮所讲的利益，拢有利益，不只是指个人的改变，其实更较指一个群体的改变。伊讲万事本来无互相运作，所以才会安尼讲。保罗才会安尼讲，万事本来无互相运作，总是上帝的计划，就是伫基督耶稣内底，圣神互受造界来得到救赎，互上帝甲人、人甲人，以及人甲土地甲受造界，拢会当有合宜的关系。罗马书第8章29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因为上帝有先捌的人，嘛有先决定，互因甲伊的囝的形象相同，通互伊的囝伫侪侪兄弟中做大囝。咱来知影29节到30节是保罗用一个文学手法，叫做直直加串联的文学手法，所以是迄个大先捌的人，嘛大先决定。然后，然后伊决定，互伊的囝做大囝。咱到30节，佫会当读到这个形式，就是安尼加起来，这叫做叠加串联的文学手法。安尼的写法只是要说明第28节迄个上帝旨意。然后这其实翻译顶头，这咱的。话人来翻译做和合本来翻译做有定。随上保罗所讲，这有定时常引起真侪人的误解。保罗伫遮所讲的有定，毋是亲像外邦的神明，就是台湾人所讲的命运啊。换一句话来讲，人若拄着什么代志，台湾人惯是讲什么话？啊，这着我的命，无法度啊，这就是我的命运啊，虽上伫遮完全无共款。然后台湾近期的牧者，我发现真侪人拢爱伫讲台，就是麦克风头前讲人的命定。我毋知影咱大家有注意到无？虽上彭国伟牧师
伊是前台湾圣经公会的总编辑就认为上好莫安尼讲，因为安尼会互人误解做命运。讲啊，你已经向定去啊，你的命运已经定，所以上好莫安尼讲。就这个文字的结果，保罗是指一项代志的两个面向。头一个叫做上帝有先知影，这是讲受调的人伫受调进前，上帝就知影，这叫做有先知影，有先捌。然后第二个面向是这个有定，所以后壁会当翻译做有先决定对吧？有定。这个有定之字是咧重点是讲上帝呼召人的目的是爱咱有伊的囝耶稣基督的形象，对吧？上帝呼召人的目的就是爱咱亲像伊的囝的形象。罗马书第8章30节，这个叠加个落去啊吼，所以做伙来读这两经节，做伙来读来。佮伊有先决定的人，伊嘛甲伊警调；伊警调的人，伊嘛甲因宣判做义人；伊宣判做义人的，伊嘛互因得到阳光，对无？一直加起对无？这叫文学手法。伫历史上，神学家真热烈来探讨，什么人是上帝有先拣的人，就是有先决定的人。因为安尼的人受呼召、受称义，甚至会当分享上帝荣耀，对无？照保罗所讲的哦。所以上帝有定的人，伫上早之前第2世纪的神学家就安尼讲啊，讲上帝有定的人是遐个愿意相信、继续委身的人，干嘛呢？所以后来。二哥书顶是安尼讲，这叫做上帝的恩典。上帝有先决定，这是上帝的恩典，人袂当凊彩讲什么话。然后，伫12世纪，经伊的神学家阿奎那，伊是安尼讲，伊讲上帝有先决定的人是得到上帝所听，使因坚持忍耐温顺的信徒，然后到15世纪啊，马丁路德是安尼讲，马丁路德讲，这上帝的奥秘啦，咱袂当凊彩讲。不过一个决定性的人物出现，叫做加里文。加里文解说这段经节，伊是解说做相定的有定论，所以。这嘛是互现代真侪人误解，伊的神学，咱知影神学的害死人就是安尼，就亲像共产党共款吼，迄个马克思的害死人就是安尼。伊解说做相定的有定论，意思是上帝有定要拣的人，嘛有上帝有定要定罪的人，这叫做双重预定论，这是加里文所讲的。咱若用解说圣经的角度来看，罗马书第8章的重点加迄个脉络重要的，其实毋是人，是整个受造界的救赎甲讨棒。所以咱毋通惊关心伫什么人会得救，什么人袂得救。啊，我是罪人，我是受得救的人，还是也未受得救的人？那安尼就测试保罗伫遮所描述这条。上帝美妙恩典的音乐，安尼就可惜。C.S. 路易斯伫伊的一本童书内底，这本册叫做《魔法师的外甥》啊，内底描述有一个 Gregory， 名叫做 Gregory 的查甫囡仔，细汉查甫囡仔，伊伫纳尼亚。王国产生的迄天，真突然就弄入去这个世界，真突然吼，弄入去这个世界。迄天拄好是纳尼亚王国出世的迄天，伊冒险
入去，因为是伫迄个拄仔内底，拄仔内底阁有一个世界咧，冒险入去。一方面是想要救伊的好朋友叫做保利，另外一方面，伊心内底有一个角，因为伊当时家己的老母破病，伊真伤心，总是伊无法度做啥。咱拢知影迄种痛苦，伊伤心，但是伊无法度做啥，所以伊愿意付出任何代价，为着要救伊的老母的病看会好袂。伫古瑞这个查某囡仔，伫这个新的王国内底拄着这个王国的王，叫做阿什兰。阿什兰，伊想要甲这个狮仔，这个阿什兰是狮仔吼，一只狮仔。伊想要甲这只狮仔，因为这只狮仔看起来真有气力，真厉害。讲啥物话，改成拢会成就，所以伊想要甲这个狮仔来交换。伊讲：你若为着我做这，就是救保利甲我的老母的病，我就为你做迄。然后伊就开始讲伊的老母，伊安怎孝良，伊的老母安怎破病。总是伊若亲近即只狮仔，就若确定家己无法度达成任何的交换。因为当伫古瑞看即只狮仔的时阵，当伊看到伊，当伊咧讲伊安怎孝良伊的老母的时阵，伊看到有目屎对即只狮仔的目睭就淋落来。伫古瑞，迄个小说是安尼讲，童书是安尼讲，伫古瑞因为安尼，确信即只狮仔比我搁较关心我的老母。当伊了解这个事实了后，伊就拍开伊的心，接受即只狮仔对伊的呼召。因为阿什兰交付伊一项任务，就是去面对伊刷落来新的世界的痛痛。这是阿什兰交付予迪高瑞的任务。亲爱兄弟姊妹，我嘛相信这是上帝呼召咱的理由。伊爱咱，因为疼来冒险。当咱听见这个去疼的呼召，亲身去回应的时阵，迄时就会当成做上帝荣耀。那安尼，他会就会去管我有得救也无得救咧。做伙来祈祷。主求你怜悯阮，你知，阮有时阵伫世间的苦难内底，阮无法度脱身。阮有当时啊，为着阮所疼的人，或是阮身躯所拄着的病痛、所拄着的苦难，来伤心失志。有时阵，阮只有看到这的埋怨，看到阮生命中所发生的，却袂记其实你是疼阮的主。你想赐予阮生命中所得到的这的苦难，主阮相信，确实有你的旨意。总是有当时啊，阮实在言语讲袂出来。求上帝帮助阮，引带阮，帮助阮会当冒险去认捌你，接受你的呼召。在上帝，你爱阮去看见这个世间的痛苦，互阮知你的疼上尾要拯救阮。阮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